點點，呃因為頭部嘅寓意，今日呢，就係無與倫比嘅達波家具嘅教法創始人法王法主眾山孤子達波相當認稱甘波巴大師嘅圓寂嘅殊勝嘅紀念日。而今日同時係第三世達波法王見到壇城嘅日子嚟。同時呢，亦都係俗稱仁波切嘅荼毗嘅日子。對我個人嚟講呢，亦都係我嘅父親火化嘅日子。所以無論從佛法或者世間法，今日呢都係好特殊嘅日子。所以就好似好多嘅特殊嘅日子聚集喺一齊嘅日子嚟。特別呢，大家一齊去修貢波巴大師嘅上師相應法呢。所以我今日呢，就簡單介紹一下貢波巴大師，我哋會叫佢做達波仁波切。大家可能對佢呢都有一啲認識，所以我而家呢，就做一啲簡單嘅介紹。達波仁波切呢，就係出生喺呢個西藏嘅中部地區，屬於呢就係若雍波九地中嘅南部嘅地區那爾谷，亦即係而家嘅龍子縣嘅那爾上區。佢嘅家族呢係姓尼嘅尼氏家族，父親呢就係尼氏那傑江巴，母親呢就係秀木沙察長，而佢呢出生喺土陽年嘅係公元1079年。而圓寂呢就係水雞年，亦即係公元嘅1153年，所以呢世壽呢就有74歲。而今日呢，就由於時間關係呢，就冇辦法可以詳細咁介紹完整嘅傳記，但係我就從呢將3個方面簡要咁樣去講述貢波巴大師嘅事蹟。首先呢，佢係達波家具嘅創始人。然後呢，佢係廣泛弘揚顯教見解同埋行為。而第三呢，就係大手印嘅方式呢去利益眾生。第四呢，就係我哋要閱讀多啲達波仁波切嘅著作嘅重要性。所以呢，第一個呢，就係佢係達波家具嘅創始人。我哋常常講呢，我哋係家具派。
但係好多人呢，並唔係真正了解家具派係乜嘢嘅。有一啲人呢，可能因為父母信家具派，所以就會話自己係家具派啦，或者自己係喺家具派嘅寺院出家，就會認為自己係家具派。但係呢，自己就並唔係真係知道咩係家具派。所以今日呢，我哋首先諗一下咩係家具派呢？從廣義嚟講呢，家具呢個名呢就可以咁去解釋嘅，有兩個音節，家具。首先個家呢個字呢，係指佛陀嘅教言，或者係論點中嘅教言部分。亦係咧指佛陀嘅言教或者佛語。舉呢就係指一個傳到另外一個嘅傳承。所以呢，家同埋舉結合咁樣去使用嘅時候呢，就係指持有佛陀三藏教法同埋四部續典嘅傳承嘅人。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呢，所有持有呢個佛教傳承嘅人呢，都可以稱為家具派。所以基於呢個原因呢，喺西藏，好似噶當派嘅人呢，亦都會稱為覺窩噶當派。亦都有啲隱修者呢，就叫做格魯派嘅一啲隱修者呢，就會叫做格魯家具啦。而博東賓稱嘅傳承者呢，就會叫做博東家具等等，或者香巴家具呢，所以你就會有等等好多呢啲咁樣嘅傳承嘅稱呼。所以而家呢，我哋通常會講嘅家具派呢，就已經成為咗西藏佛教當中特定嘅教派嘅一個名啦。譬如例如呢，而家我哋問薩迦、格魯、寧瑪三派嘅僧人呢，你係邊個教派嘅呢？佢哋就會講我係某某派嘅，或者話我係薩迦、格魯派，但係咧就唔會講我係格舉派。如果佢哋唔講話佢自己唔係格舉派呢，而佢唔承認自己係傳承佛陀教法嘅人嘅話呢，如果佢哋唔講佢自己係家具派嘅原因呢，其實係佢係唔屬於被稱為家具派嘅特定教派。所以簡單嚟講呢，就係一個稱呼同埋理解方式嘅一個變化，而導致咗呢相互之間嘅一啲誤解啦。咁實際上其實冇一個本質上面嘅區別。所以因此呢，按照而家嘅一個普遍嘅理解，家具派嘅意思呢，其實係源自於印度大成就者第六巴嘅四種口訣教授嘅傳承，由呢個印度大學者蘭洛巴聽聞咗之後呢，然後傳咗俾西藏嘅大師馬爾巴，然後呢，由馬爾巴大師呢將呢個教法呢帶到去西藏，翻譯咗成為藏文啦，然後透過聽聞啊、思維、修行三個階段呢而確立落嚟嘅。然後呢，接住佢傳咗俾弟子尊者瑪洛日巴、梅岳祖三人呢，
一直到而家咧，未曾間斷咁四種嘅口訣傳承嘅。咁呢個就係所謂嘅家具派啦。那虽然就關於四種口訣，雖然你對關於四種口訣咧有唔同嘅講法，但係咧今日咧就唔長講啦。另外呢，講到噶舉派，另外咧講到竹巴噶舉派嘅竹巴家具派咧，亦都會叫自己做白家白傳承啊，白色的白的，即係白家具派。但大部分我們都是教不過呢，因為藏文白色咧都係加呢個音，所以但係其實實際呢個加係教法嘅意思，所以一直咧去到印度咧，好多呢大成就者、大六巴、馬爾巴等等，就一直到馬爾巴大師咧成為咗那洛巴嘅弟子之後咧，一直傳到落嚟，去到西藏啦，跟住一直傳到去江波巴大師。咁而呢三位咧，就會成為咗家具派嘅三大祖師啦。咁所以咧就江波巴唔單止係家具派嘅祖師之一，亦都係達波家具嘅創立者。所以換句話嚟講咧，如果冇江波巴嘅話咧，而家我哋嘅達波家具派咧就唔會存在啦。譬如江波巴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名號，而最著名嘅一個咧就叫做達波仁波切，或者姐江波巴、法王江波巴，或者達沃旋律，就係呢個月光童子。而達波咧就係一個地名，江波咧就係一座山嘅名，所以咧就係呢個地名同埋山名咧，就成為咗呢位上師嘅稱號。咁點解咧？喺江波巴大師之前咧，就有家具派，但係後來咧又稱為咗達波家具咧，又唔會叫做馬爾巴家具或者莫納日巴家具嘅咧。其實唔係話以前咧就冇呢個馬爾巴家具或者莫納巴家具咧，但係就因為江波巴大師嘅出現之後咧，或者喺江波巴大師出現之前咧，雖然西藏咧就其實已經有家具派嘅傳承啦，但係其實就未形成一個完整嘅寺院組織同埋一個教派體系嘅。就好似咧，例如就好似馬爾巴大師咧，如果唔用敬語講嘅話咧，就好似一位鄉村嘅老人一樣，係只係向一啲咧有資質嘅弟子傳授密續嘅灌頂同埋解脫法，但係冇咧去培養大規模嘅學眾，或者好似尊者密勒日巴咧就過住一個隱居嘅生活，喺唔同固定嘅地方咧修行，喺山上面居住，咁就係咧隨住緣咧去教法弟子，而就唔係一個特定嘅或者建咗寺院嘅地方去收弟子。就係喺佢嘅離開之後咧，就留下咗一個空嘅洞啊，或者空嘅山、空嘅谷。
没有寺院的。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就冇所謂寺院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早期噶举派跟所以早期嘅噶舉派嘅道場咧就係寂靜嘅山洞，而呢個講法咧就基於呢個歷史背景其實。江波巴跟马尔巴所以江波巴同馬爾巴同埋馬來亞巴就唔同啦，因為佢係一個出家人，但江波巴是出家人，所以咧江波巴係一個出家人。你睇譬如馬爾巴大師同埋馬來亞巴尊者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出家人，而江波巴大師就因為佢咧加入咗寺院嘅僧團組織，而且在那个时候，同埋喺呢個時候咧，烏魯的這個安波佢就去咗一個烏魯嘅潘波地區咧，就係一個噶當派嘅寺院學習嘅。他在那裡就聽聞了許多這個噶當就呢個時候，江波大師就聽咗好多噶當派嘅一啲教法。所以咧，可以話佢就係一個噶當派嘅出家人嚟。所以一直到佢見到尊者密勒巴之後咧，佢仍然都親近咗好多嘅噶當派上師。而後來咧就按照住密勒巴大師嘅預言咧，佢就嚟到呢個達拉岡波，從呢個韋藏咧到康區等嘅地方咧，聚集咗大概500位嘅，如同阿羅漢咁有緣嘅弟子，同埋咧大概有咧51,600位專注外在戒律同埋內在二次第瑜伽修行嘅弟子。所以好大多數嘅亦都係出家眾嚟嘅，所以呢個時候形成咗一個好龐大嘅僧團。咁而江波大師最主要傑出嘅大弟子有邊位咧？就係佢嘅兄長，就係扎瓦舍利長子。孔巴出清寧波，就亦都係佢嘅法子，亦都係佢嘅攝政者。就係佢嘅法師同埋攝政者，亦都係佢最主要嘅弟子。可以話佢係可以話係江波大師一個無比嘅一個弟子。然後咧就係政務同埋事業嘅主人啦，就係帕莫竹巴，多謝加波。4咧就係呢個杜松 Kamba， 出咗就巴，就係慈悲同埋化身傳承嘅持有者。然後咧就有4大傳承嘅子啦，4大成就者啦，4大心子啦，4近子，4侍者，有4位嘅成就咗紅光身嘅瑜伽士等等好多眾多嘅弟子。所以由達波叔侄嘅，即係佢叔叔同埋佢嘅侄仔咧，直接傳承落嚟嘅。譬如有阿足家舉、伽瑪家族、巴雍家族、查隆家族等。而從呢個帕足家舉嘅弟子咧，傳承又產生咗呢個直貢啦、達龍、竹巴、卓蒲、馬爾倉、秋巴、亞生、蘇斯、假卷等等，所以就譬如稱為咗4大8小嘅支派。而呢啲派別嘅源頭咧，都係嚟自於達波倫波切。
这也印证了尊者咁呢個咧又引證咗尊者密勒日巴之前嘅一個預言啦。未来不會成為欲樂的這個修行傳就承，未來咧就唔會有個密勒嘅一個修行傳承，而會有一個出現叫做達波加具嘅傳承。而且呢，在達波仁波切係欲樂當達波仁波切離開密勒日巴尊者身邊之後咧，密勒日巴亦都對佢嘅布衣嘅弟子講，說過，曾經講過咧，嗰位拉吉敦巴就係指貢布個大師咧，將會利益好多眾生。尊者接着說，他說然後尊者就講我琴晚咧我就夢見咗一隻黃色嘅鳥咧，飛到去一個中部，然後落咗喺一個大山嘅頂上，然後咧喺四面八方聚集咗好多嘅大雁，就係黃色嘅大雁。那不久之後呢，然後就分散冇幾耐之後咧，佢哋就分散咗啦。之後，他們然後咧，佢哋分散咗開嚟咧，而每一隻嘅大雁咧， 500隻小線，就帶領住大約咧500隻小嘅雁，還有和各處所以喺山谷咧同埋各處咧都被呢個大雁咧覆蓋住。然後密勒日巴大師咧就接住講啦，雖然咧我係一個瑜伽士，但係睇嚟咧我所有嘅追隨者咧都將會係出家人嚟，而我咧亦為佛教咧做咗貢獻，因為佛陀咧曾經講過咧，都講過佛教嘅基礎咧就係僧團。所以咧，密勒日巴就所以咁講咧，就到我為佛教咧做咗一啲貢獻啦。所以唔止啊，有一個施主咧叫尊咩咧，舉行住一個會供法會上面咧，就唱空行語言應化身，達波大日影眾生。就係一咁樣嘅讚頌嘅詞啦。所以總之咧，呢啲預言咧都係喺歷史上面咧得到一個好明確嘅印證嘅。所以總之喺達波仁波切嘅時代咧，我哋就會睇到加具派係剛剛開始咧建立咗完整嘅僧團組織同埋寺院制度，而開始咧成為咗西藏嘅一個好主要嘅佛教傳承。所以後來咧，所以我哋就會講加具派咧，就會講到達波加具啦。所以咧就以達波仁波切為首，所以點解就會咁重視佢嘅名稱啦？所以簡單講下達波加具嘅一啲創始人啦。第二點咧就係廣泛弘揚顯教嘅見地同埋行為啊。一般嚟講咧，達波仁波切咧，我哋會講咧，佢出家之前咧係結婚嘅，係結過婚嘅，有小朋友嘅。
因為有啲原因咧，佢就出咗家，然後成為咗加當派嘅僧人。所以當時咧，佢親近過好多加當派嘅著名上師，Narungpa、加雍達、扎扎瑞瓦、沖倉巴同埋傑斯扎巴、扎尤瓦等等。同埋去到直攻覺巴吉天共本嘅口傳裏邊嚟講咧，就有講法咧，就係話達波家具咧有見解嘅傳承、行為嘅傳承同埋口訣嘅傳承三種嘅，而其中咧係見解同埋行為兩種傳承咧係嚟自於加當派，而見解咧嘅傳承係嚟自於加隆達，而行為嘅傳承咧嚟自於 Narupa。咁而呢兩位大師咧，就係達波仁波切見到尊者密勒日巴之前咧，就已經見過呢兩位上師啦，就係加隆達同埋 Nirupa。所以亦都岡波大師又跟隨過格西對巴啦。呢個聽到咧，佢就喺呢個時候聽到呢個加當派嘅教法，就關於菩提心戒嘅一啲教導。咁所以達波仁波切咧曾經都咁樣講過，就係講尿隆巴大師咧，佢具有一種好純粹嘅世俗菩提心。而我咧亦都生起咗同樣嘅菩提心。從呢個時候咧，我就再冇同呢個咁珍貴嘅菩提心分離過啦。我喺呢個達波仁波切嘅一部著作咧，眾法功德圓滿中提到咧，因此咧世俗菩提心咧非常重要。又點解重要咧？因為開始嘅時候咧需要佢，如果冇咗佢咧就無法進入到大乘嘅道路。意思就係無法咧進入大乘嘅修行，到中間咧亦都係需要佢嘅。如果冇咗佢咧，就會落入輪迴啦。呢個輪迴咧，指嘅就係大嘅輪迴啦。所以佢呢個指嘅咧，就唔係只係有邊嘅輪迴，而係講嘅大嘅一個輪迴。而到最後咧，亦都需要佢。如果冇咗佢咧，就唔會生起兩種色身，就會對呢個菩提心咧生起一個深刻嘅體悟。而達波仁波切咧有跟隨過呢個 Narupa 學習咗大概8-9個月啦。咁而喺呢個期間咧，因為佢要同好多人共處啊，佢咧以前咧禪修嘅體驗咧就變得唔係咁好啦。後來咧佢就聽到呢個格西扎隆達咧就唔收徒弟嘅，所以獨自咧就係住咗喺呢個寂靜處，所以就去拜見佢啦。
所以由於咧呢個加隆達身邊咧好少人，咁大部分本車咧佢嘅心咧就能夠安住咗喺個寂靜當中，而修行咧亦都有好好嘅進步。因為當時呢位格西咧加隆達就對佢講咧：我將會教你一個阿底峽尊者嘅教授。咁呢個就係連格西仲敦巴咧都冇中斷過，就好似佛陀親手教導一樣。所以總之咧，佢就傳授咗源自於呢個貢巴華具有4種特徵口訣嘅教法。咁依循住呢啲教導咧，達波仁波切咧就喺佢原本嘅止觀嘅修行基礎上面，能夠生起一個聖觀。咁呢個佢之前咧，呢個聖觀咧係有啲咩特殊咧？就係佢咧之前咧跟隨過一位稱為格西嘅菩薩咧，跟隨過呢個尊者密勒日巴喺嗰度學過嘅一個禪修方法咧，相吻合嘅。咁呢個達波仁波切有自己講過咧，就一位善知識叫做格隆特，就係跟佢去學嘅一個教法嚟，而且咧生起咗一個成觀呢個經驗咧，同佢跟隨呢個格西菩薩咧學嘅呢個禪修方法咧係相吻合嘅。स्कुटर एउटा रहेछ होइन बाइक दुइटा रहेछ बाइक दुइटा रहेछ होइन त्यो बाइकवाला हो यस्तो नचुने हाम्रो त्यो बाइकको पछि चाहिँ के मान्छे एक्स्ट्रा छैन होइन बाइक पल्सर ब्लू कलर होइन 如果呢個係好重要嘅一點啦。如果呢個之後咧有機會去再講可以。咁當時咧，岡波大師咧嗰位善知識咧，格隆特咧有一種純粹嘅無分別字，而我同樣咧都生起咗一種同樣嘅境界。咁當時嘅格西 Jarinda 咧就認為呢個如上部嘅加舉派中證到率最高嘅人，而達波仁波切咧亦都據說咧已經同佢咧達到相同嘅證悟水平。之前咧呢個見解嘅傳承咧，從賈潤達傳承落嚟，咁賈潤達咧就聽聞咗從呢個祖者阿底峽尊者咧傳到去貢波華嘅呢個見解傳承。據說咧，祖者咧其實係中意呢個中觀應成派嘅觀點嘅，咁可能就係咧係而家咧達波加舉派嘅宗義咧同埋中觀應成派嘅相符嘅原因。譬如我就從大白勢滅居多者嘅教言當中咧有講到，同樣喺達波加舉派咧用到呢個四瑜伽呢個術語嚟去描述修行嘅階段。咁呢個咧就係喺祖者就阿底峽尊者咧傳俾貢波華嘅大手印傳承當中咧都有一個咁嘅記載。所以呢個都可以似乎咧作為一種證據。所以得到呢個加潤達嘅呢個傳承之後咧，後來咧，貢巴大師咧就拜見密勒日巴大師。所以密勒日巴尊者咧就同佢講：你要觀察力嘅見解。然後同佢講咧，空性咧有4種嘅方式。
所以喺第8世咁嘅巴嘅一部著作當中，源於呢個波羅蜜多城咧，同呢個止觀相通嘅教授傳承當中，從呢個阿底峽尊者一直傳承到菩提道燈論嘅口訣當中咧，呢位大善知識咧，仲敦巴同埋貢巴華咧，都稱為呢個俱生瑜伽，就係呢個。而呢個都被呢個尊者高巴孤住巴木族巴咧，就為咗適應末法時期喜好高深法門嘅一啲弟子咧，所以咧將佢命名為呢個大手印俱生瑜伽。首先呢個法咧就係叫做俱生瑜伽，就係阿底峽尊者咧傳承落嚟嘅一個口訣嚟。其實而後來咧就被命名為咧大手印俱生瑜伽。所以依止第8世金剛巴嘅講法咧，從噶當巴一直傳到去阿底峽尊者，就叫做將佢大手印俱生嘅瑜伽。咁所以咧呢個大手印俱生瑜伽咧就係從噶當派傳承落嚟嘅俱生瑜伽嚟。咁再加上咧呢個密宗大手印嘅名咧，就以個微底利巴嘅弟子俱生金剛喺第10真實性論釋當中咧，本質咧就係波羅蜜多，同密咒相應，亦都名為呢個大手印，呢3個特點相符。咁另外咧就法王岡布巴、帕木族巴。係啦，亦都有講到咧，就係我哋呢個大手印傳承源自於彌勒菩薩所做嘅大乘寶性論傳承落嚟嘅。總之咧，就喺呢度就講到咧，就係呢個廣泛弘揚顯教見地同埋行為。而第3點咧，就係以大手印利益眾生嘅方式。所以今日就要講多一點，所以可能要佔大家多啲時間。達波仁波切咧就係當時咧就喺呢個雪域西藏咧拜訪咗好多嘅著名上師，唔單止咧請教咗好多嘅教法，去到咧呢個沃卡呢個地方咧進入咗修行啦，同埋主要都係修持呢個絕火定，亦都藉此咧證咗了心嘅本性即法身。咁根據呢個《月燈三昧經》嘅意趣，佢將大乘顯教嘅見地嘅名命名為俱生瑜伽，就係噶當派嘅教法同埋密勒月巴嘅呢個見解咧，再加上佢自己嘅了悟咧，結合起嚟啦，就命名為呢個大手印嘅俱生瑜伽。同時咧，佢就用呢個方法去教弟子。所以一般嚟講咧，岡波大師咧，佢係善於咧培養弟子同埋傳授教法而聞名嘅。所以咧，佢能夠咧引導好多弟子咧達到一個成熟同埋解脫嘅境界。所以呢個謝尊達賴那他咧，
佢講咧，西藏廣為人知嘅呢個心性引導咧，都係主要以達波仁波切嘅教法為典範嘅。有冇啲咩嘅例子咧？所以呢度我哋可能講一個古仔。可能冇乜人聽過嘅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咧就叫做入敦敦巴嘅一個人，就出生就喺呢個多堆扎木卡嘅地區。佢天生咧就能夠咧回憶到佢13世之前嘅記憶，同埋咧佢非常咁聰明。咁喺佢13歲嘅時候咧，佢嘅母親咧就已經70歲啦。呢個時候咧，佢母親就失明啦。再加上咧呢個時候咧，佢嘅舅父咧，因為呢個時候咧，佢嘅舅父比較年紀比較輕，因為佢就要為咗去娶呢個新娘，就將佢嘅母親嘅所有財產咧就搶走咗。所以唔止係咁啦，所以首先佢阿媽失明啦，同時間又俾佢舅父啲搶走晒嗰啲財產。咁同時佢有個兄弟咧，就係一個桑普子嘅格西達敦嘅弟子嚟，而佢咧就染上咗個盲風病，就喺佢返回嘅呢個家鄉嘅路上邊咧，結果咧就翻唔到嚟啦，喺個路上面就已經喺路上面就往生咗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個18歲嘅妹妹咧，亦都被送咗去做新娘，就係因為咧就冇呢個嫁妝，所以冇辦法咧到去個阿婆嘅家咧，所以就之後咧就去乞錢啦。總之咧，佢最後咧佢就佢同埋佢兩母子咧就孤苦伶仃啦，所以到之後總之投靠咗一個寧瑪派嘅喇嘛。咁呢個喇嘛咧就係佢嘅叔叔嚟嘅。咁總之呢個寧瑪派嘅一個喇嘛咧就俾咗佢媽媽咧就一個六字大名叫做法輪，然後咧就叫佢念，然後就講話俾佢個仔聽咧，嗰度有個叫傑祖波巴嘅一個弟子咧，我叫個查勒什加達咧，就係一個家居派嘅成就者。咁你就去嗰度啦。咁然後咧就同佢講咧，就還咗俾佢一個信啦，同埋一啲供。咁但係咧就呢個時候咧就聽講咧就寧瑪派有好多真假難辨嘅啲傳說，所以佢亦都唔係好相信。所以佢哋就去咗丹涅呢個地方，然後咧佢哋去呢個中部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啲商人，就講咧就係而家咧中衛地區咧，呢一個咧係最有名嘅新翼派嘅密咒師咧。然後商人就講啦，喺上部嘅呢個
察岳就係薩迦派嘅宿疾咧就好有名，喺中部咧卡魯巴或者涅魯蘇巴都好有名。咁佢哋都已經去世啦。但喺南方咧有位密勒巴嘅弟子咧，就名叫做達不力貢巴，所有人咧都認為佢係一個無可爭議嘅成就者嚟。而呢一位入敦敦巴咧，就一聽到咧達波倫波車嘅名咧，身心咧就有特別有感覺。咁嗰一晚咧，佢就發咗個夢，佢就夢見咧一個頭上面咧裹住一個白絲巾嘅女子，同佢講話：如果你要去達波倫波車嗰邊嘅話咧，你就跟我嚟。然係接住咧，佢就都唔記得咗其實發生咩事啦。總之咧，佢最後咧就嚟到呢個江波巴嘅山腳邊下啦。總之佢最後就去咗江波巴大師嘅附近啦。咁而呢個山頂上面咧，陽光燦爛，就剛好咧呢個陽光照得到。然後咧，佢咧就低頭一睇咧，發現咧自己身上咧剩翻一件咧破舊嘅棉袍，連呢個腰帶同埋鞋咧都冇啦。然後佢就諗啦，究竟係咩回事咧？佢就諗啊，呢度係邊度咧？哦，原來呢度就係一定係呢個利貢巴大師嘅居住嘅地方。然後感覺到咧就被呢個大師嘅悲心所攝受，然後佢就開始爬山嚟到咧江波巴大師嘅草庵堂嘅一個門口啦。然後喺嗰度聽到咧裏邊有啲誦經嘅聲音，然後就走咗入去啦。因為佢冇敲門啊，就走咗入去。佢就見到仁波切嘅頭上面咧就籠罩住光芒，然後保持住一個禪修嘅姿勢。咁而喺仁波切嘅前面咧就有4個比丘咧，正喺度讀緊呢個8千頌嘅般若經。咁而喺前面咧就有一座大菩提塔，前面擺放住咗5種嘅供品。咁左邊咧就有一個紅色嘅絲綢嘅帳幕，而裏邊咧就傳出咗一啲微弱嘅聲音。因為佢突然之間入去噶嘛，然後呢個江波大師嘅一個侍者咧叫雷傑咧就嚟啦。你嚟呢度咧就連一啲供養都冇咧，你就走。所以因為佢咧就都未講完啊，就俾人趕走咗啦。
咁呢個時候咧，佢就俾人趕走咗啦嘛，因為佢亦都忘記咗自己所有嘅諗法啦。咁而所有嘅感官啊、知覺咧停止咗，咁只好咧就留咗喺外邊啦。咁之後咧到咗黃昏嘅時候咧，佢就好似呆咗喺度咁啦。咁所有嘅感官嘅覺知咧都停晒。咁好似咧突然之間感覺到有一個年輕嘅僧人咧，從佢個頭咧咁樣拉起佢，然後佢就醒咗，然後就有人咧就送咗一碗湯俾佢哋。之後咧，似乎咧有瞓着咗。咁總之第二日咧，朝頭早咧，太陽開始暖嘅時候咧，佢又醒啦。咁佢就我要去再見達波倫波切。但結果咧，佢嘅身體咧就喐唔到啦，又講唔到嘢，所以佢嘅身同埋佢個口咧都完全喐唔到啊！就係咁樣咧，就過咗7日，完全係動彈不得，所有嘅感官咧就停止晒。過咗7日，咁就有一日嘅凌晨啦，就好似一個發夢咁啊！咁喺前面咧出現咗一條毒蛇，呢條毒蛇咧就又有獠牙又有角啊，就係呢個，總之佢就喺呢個獠牙同埋角之間咧，就好似要吞噬所有嘅眾生咁。咁呢條蛇咧，正正咧就要喺佢前面準備去食佢一樣咁啊！咁然後佢咧非常之驚啦，所以就無法忍受咁樣嘅情景啊，所以佢立刻咧嚟到仁波切嘅面前啦，就係貢布巴大師面前啦。咁呢個時候咧，達波仁波切咧，佢同埋佢周圍嘅人咧，同佢以前一樣，亦都係好似坐喺嗰度。佢附近咧，亦都係仍然係坐住嗰4位比丘。總之咧，佢有一個弟子叫做仲親華咧，就喺前面。頭先就講話呢個有一個紅色嘅帳幕蓋住啊嘛。咁總之咧，呢個仲親華咧就首先將呢個紅色嘅帳幕打開。咁喺裏邊咧睇到啲咩咧？總之咧見到一個用人骨做嘅小座椅啊，總之係用一個人骨做嘅一個人骨做嘅小弓啊，用嚟拉奏嘅顱骨琵琶。咁就係好似有一個赤裸嘅紅色女子咧，披頭散髮咁樣，就坐咗喺個火焰當中咧，拉奏住。咁呢個時候咧，大手印嘅智慧咧就喺佢心中生起啦。咁之後咧，佢又見到啲咩咧？見到嗰個大師咧，達波仁波切面前咧就有一個佛塔啊嘛。咁呢個佛塔咧就變成咗一個發光嘅寶塔。咁呢個寶塔咧，光芒咧遍佈住成個佛土，所有嘅淨土。然後喺呢個塔頂上面咧，就睇到無數咁多嘅大大小小嘅達波仁波切嘅身形。咁有啲咧就喺度跳舞，有啲係唱歌，
有啲喺度演奏緊樂器，有啲喺度玩緊遊戲，有啲喺度辯論緊。咁有一段咁嘅記載。總之咧，咁呢位入敦敦巴咧，就係因為咁樣去被引見咗佢嘅本性。呢個入敦敦巴之後就被呢個木雅王咧，即係西夏王咧去邀請。呢個國王咧就講：我就係一個大惡人，請你教授咧能夠生起智慧嘅方法。咁然後咧就入敦敦巴咧就按照貢布大師教導嘅方法咧，指導呢個國王咧。咁結果咧呢個國王咧就生起咗5種嘅體驗。咁特別係喺個指觀方面咧，有一種特殊嘅體驗啊。係個入敦敦巴咧，就安住咗喺呢個狀態當中，持續咗咧5個月。所以呢個大臣咧都要去催促佢要去出定。咁就同佢講咧，就要出定啦，有好多熱事要你做啦，咁就唔可以喺呢個狀態當中。而唔單止咧，係以至到呢啲皇后啊、大臣咧都有類似咁嘅經驗。點解會有咁嘅故事咧？就係因為楊千聰巴、第斯里巴等等咧，就去咗呢個大宮殿。咁就喺呢個節日咧，就紀念貢布巴大師嘅日子裏邊咧，都會舉行呢灌頂嘅儀式嘅。咁就會一直咧就會傳承呢個入敦敦巴嘅大手印嘅教法。咁直到咧一直咧傳統咧就保持咗落嚟。所以咧佢哋就去到咧就見到就知道有咁嘅傳統啦。所以呢個貢布巴大師咧就知道有教到呢一個入敦敦巴。咁另外有個僧人咧叫做達波旺叫，就係呢個亞布巴嘅一個侄嚟嘅。咁首先佢原來係一個佛學院嘅學生嚟嘅，但係佢咧對呢個學習咧覺得絕望啊有啲，咁之後都係去修行比較好啦。然後佢就去咗尼烏蘇巴咧嘅面前咧修行咗14年，但係咧就一啲嘅體驗都冇。咁後來咧就係因為聽講到咧貢布大師咧好識得教禪修，所以就去邀請貢布大師咧就好懇切咁去祈求啦。尊貴嘅達波仁波切，我12年裏邊咧學咗好多嘅經論，但係咧都未曾憶念到死亡。後來咧，我對死亡然後就仲要對呢個死亡咧有感到一啲難以忍受，又用咗12年去再修學嘅。咁但係咧，我而家連心都安住唔到啊！咁我而家已經73歲啦，所以除咗仁波切尼之外咧，我已經冇依靠啦。咁達波仁波切就回答啦，就同佢講：心安住咧，又點樣咧？唔安住咧，又點樣咧？咁有邊個喺度做作緊呢個喜怒哀樂咧？天空有雲咧，又點樣？
冇雲咧，又點樣咧？咁就係講到呢幾句説話啦。高摩大師之後，然後佢聽到呢幾句話之後咧，似乎咧有啲領悟啦。然後之後有一日咧，波姐咧就叫佢嚟啦。然後呢個門口咧就有兩位阿波羅摩切嘅侍者，一個叫達敦，一個叫公敦。咁呢兩個人咧就唔俾佢入去內室，咁你就喺呢度禪修。然後觀想咧，摩切咧就喺你嘅頭頂上面，然後祈禱。然後接住咧，呢兩個人咧，突然之間咧製造咗一陣嘅大煙啊！總之咧就有一陣嘅大煙啊！然後其中一個人咧就用一盆水咧向佢塊面嗰潑佢，咁然後佢就好驚啦，就跳起啦。但係就冇諗到點解達波羅摩切兩個侍者咧突然之間同佢咁樣玩啦。當佢好驚咁跳起嚟嘅時候咧，就啱啱咧就撞到達波羅摩切出嚟啦，就啱啱遇到啦。咁佢就一跳起身嘅時候，就一見到咧就達波羅摩切就啱出門口啦，因為佢冇盡力，就啱見到嘛，又冇諗到俾人潑水或者咁大煙，咁總之咧就見到達波羅摩切咧高到好似須彌山咁高。然後呢個時候咧，嗰個大師咧就用佢嘅法杖啊，就敲佢個頭頂啦。就佢嘅感覺到咧，就係個頭骨咧就好似裂開一樣咁嘛。而佢嘅身心咧，顯相咧，所有都消失。咁總之咧，佢進入咗一種無法言語嘅一種境界。咁除咗佢見到好似佢嘅上司融入咗呢個光明當中消失之外咧，就乜睇唔到啦。咁就佢從呢個時候咧，佢嘅修行有好大嘅進展。所以類似呢個故事咧，仲有好多其實。咁總之咧，我哋因為高摩缽大師咧，就能夠洞察到佢其他人嘅一啲根器，所以佢對於好多嘅年輕嘅一啲新學嘅僧人咧，能夠直接去體驗同埋指點佢哋嘅心性。而高摩缽大師咧，曾經都有自己講過，即係有呢啲嘅教義派嘅啲格西咧，高摩缽大師咧就令到好多聰明嘅人咧浪費咗佢時間。但係對於咧我去呢啲教義派嘅人去批評我咧，而我咧對於呢啲年輕嘅僧人咧係能夠勝任於利益眾生嘅工作嘅。
總之咧，佢對於一啲普通嘅弟子咧，就用阿底峽尊者嘅啲教法咧去教，然後就用一啲大手印嘅教法。總之咧，佢就喺佢夢中咧，曾經咧發現咗一個皮製嘅小盒，然後總之有個僧人咧就講俾我睇下，然後咧佢講就我唔俾你睇，然後裏面咧就有阿底峽尊者嘅舍利咧，同埋噶當派嘅口訣，然後佢咧就堅持要睇啦，我就夢見到佢咧打開咗呢個盒啦，然後咧就用呢個方法咧去利益他人。總之咧，當時係喺西藏咧，總之馬爾巴、馬來亞巴、貢布巴薩迦派嘅大師、寧瑪派等等，而佢哋咧多數咧都保持住一個在家人嘅裝束，而另外一方面咧，當時西藏廣為流傳嘅噶當派咧，主要修持戒律同埋般若，而對於呢個明顯嘅呢個密咒修持咧，有一啲反對嘅態度。咁而公安大師咧，其實就可以話係顯密雙修。所以咧，佢冇捨棄到咧，佢早年咧學呢個噶當派嘅修持，亦都冇放棄到後來咧跟從莫里亞巴嘅一啲解脫嘅方便口訣。咁而佢就用呢兩者咧結合咗嚟一齊修持。咁總之咧，佢就對佢嘅弟子咧，就用咗呢啲共同嘅道次第去教授。所以之後就有噶當派同大手印如同河流匯合嘅一種説法啦。跟住就第四點啦，就係講到呢個要閱讀達波仁波切嘅著作嘅重要性。首先我哋講到達波仁波切佢有幾咁殊勝，但係雖然佢而家咧就已經唔在世，但係咧佢嘅留下嘅咧就係佢嘅著作，就係代表於佢啦。而達波仁波切亦都有講過咧，未來咧對我有信心嘅人咧，而亦都未能夠同我相遇，所以咧就請咧閱讀我嘅著作《聖道寶鬘集》同埋呢個《解脫莊嚴寶論》。咁你讀呢兩本書咧，就等同於咧親見到我係冇分別嘅。咁所以咧，平時咧我哋都要多多讀呢一啲著作。而譬如特別就好似今日咁樣呢個紀念法會當中咧，我哋就打開達波仁波切嘅全集啦。就係呢兩部著作咧進行誦讀啊、思考、討論都係好重要。我哋通常咧就講到我哋覺得呢啲一啲識講嘢嘅啲佛像咧，好重要。但係實際上咧，通過文字直接傳達教義咧，或者讀誦呢啲著作全集咧，係更加重要嘅。其實，但係我哋就冇好重視，將呢啲書咧就放咗喺埋一邊，就鋪滿咗灰塵嘅，因為忽視咗咧就堆放咗喺一個佛堂裏邊，因為係經書嘛，所以我哋又唔會將佢掉落垃圾桶。
但係如果唔係咧，其實佢真係同垃圾冇乜分別嘅。之後咧，又講到呢個家具派嘅冠冕光波巴咧，有兩部嘅呢個全集，要細細咁閱讀。咁就係家具同埋大手印融合嘅教法，而比較其他嘅教狀咧，係更加為之殊勝同埋加持嚟得大。所以於呢個甚深嘅教法咧，家具派祖師咧都得到成就。所以蒙無比恩師慈當然唔好悲，得斷你，遇佛法，有時時實間嚟為善緣。信信奉家具教法之二大寺，願如全集般生智慧證。就好似首詩咁講咧，我哋要讀呢兩部全集咧，係非常之重要。咁我哋就開始修《降波巴上師相應法》。